将竹子锯成一节一节，再片成竹片，制作苗栗当地特有的竹编笼，功夫了得。满头白发的罗师傅，16、17岁开始当学徒，制作棒笼和竹编笼已经超过50年。一旁瘦小的也是罗师傅，是在工艺科班出身，年纪虽长，但双手却比谁都还要灵活。开了对开那个地里啊，本被平分了，当为家，没讲有的杂杂，有的圆圆啊。眯着眼睛，仔仔细细将笼圈串起来。做一个竹编笼大约花2个礼拜的时间，但如果要做这个比人还要高的棒笼，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以上。不仅制作笼架费时，笼背的彩绘也要有深浅层次。复杂的龙头更是整条龙最重要的地方。它本身就做的时间会花的比较久。那一心宫前面点睛，然后就是请神，因为龙一定要有龙点睛，就是有龙神在身的嘛，所以说你龙点睛就一定要画几片。苗栗客家庄流传已久的棒笼活动，是早期农业社会的重要民俗。棒笼分为6个程序。糊笼就是扎笼，元宵节前必须完成；而画笼点睛是赋予龙身灵气，迎龙以及入龙走是到家家户户报平安，给居民带来好运。重头戏棒笼，也就是用鞭炮炸龙，炸得越彻底，代表1年越兴旺。最后再将龙带回土地公庙谢神化龙。你龙到了家里来迎，那你去迎龙，会把你家里会比较一年会比较顺利，然后炸龙会把它越兴旺，然后你炸龙越炸得越多越兴旺，如果说你那个一般的做生意的就会越赚钱，那农家的收成会更好。具有历史意义的客家传统棒笼活动，已经是每年元宵节当地重要的传统文化。透过活动，不仅让人认识客家情怀，也体验到一场精彩的文化盛事。串竹点睛，彩绘龙形，当爆竹燃起火红一片，前程祈愿一达天听。客家棒笼给我感动时刻。